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66篇16節，所有敬畏神的人啊，你們都要來聽，我要述說他為我所行的事。所有敬畏神的人啊，你們都要來聽，我要述說他為我所行的事。信實嘅神，你永遠配得頌讚稱謝。我哋要述說你所行嘅奇妙作為，一同見證你嘅榮耀。為着我哋所經歷嘅每一個試煉，感謝你，使我哋從軟弱變得剛強，更深體會你美善嘅心意，對我哋精心嘅塑造。神啊，又感謝你以信實慈愛眷佑我哋，留心垂聽我哋微小嘅禱告聲音，相信你必伸手幫助。我哋要敬畏同埋仰望神，向你發出讚美嘅言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